后来，这个无线电视台保留真济文化资产，嘛用影像，甲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做成记录。国内第一本的专册叫做《拍开电视》，正式来献光。当时来点出到伫50多年前使用的16厘米的摄影机，请到当时的摄影师陈武雄，甲大家来分享电视产业演进的过程。不小孩打得开刀。电视台收藏的16公分的摄影机，难得公开。摄影师陈武雄嘛讲到当年制作电视有偌高工。新闻部的记者把16米里的影片拍回来，马上交到我们的冲印室。它不像现在的数位那么好剪。为收音录影分离，冲印搁剪接的年代到即马，收音录影一台就会使完成。这段电视产业的演进史，足足经过50-60年。透过电视台保存，嘛留予台湾搁较侪珍贵的文化资产。尤其像我们老三台，在过去这个戒严的时代，它是唯一能够保存我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所有的资讯。因为它具备有文化资产价值，所以我自己是可以协助，我们会补助它一些设备，包括恒温的设备，包括档案文献。由文化部文资局、电视台甲南艺台共同合作推出国内头一本电视产业文化资产专册。拍开电视，就会使看到台湾各种的面貌。